伫马祖的消息，今年一摆马祖马拉松比赛要伫11月7号开始走，一开放报名尔，都有真侪人收钱报名。这个专程42公里的赛道参加比赛的人，当时在看到这个南北的坑道、滨海步道、山的公路等等多元的地貌，有市民跑者之称的李志群，嘛做参加。民众真热情，伫马祖沿海慢跑的时，伫沿路阁会当欣赏南竿的观光景点。今年一摆马拉松比赛受到疫情影响，过2年阁一摆登场，在1月7号正式开始。一项报名都吸引真侪届马拉松的民众做伙来参加。它是环着岛跑，然后它要跑2圈。那在赛道上，你同时可以看到山，可以看到海，那是蛮特别的一个赛事的一个赛道。一般我们的赛道如果在市区的话，你可能就是一般的道路跟河滨，那这边呢充满了大自然的景色，那所以相对跑起来的话，我们就会比较轻松，没有压力。这届比赛规划全马42公里设南竿2连，还有半马21公里组设南竿1连以外，嘛增加10公里的挑战组，还有3公里和5公里的体验组，多关怀比赛提供予民众选择。为了推广在地特色，全马男女冠军的选手嘛会当得到和家己体重相同的马祖高粱酒，不过特色阁唔拿食的。马祖马拉松它的赛道啊，非常的具有挑战，还要跑进1年只开放1次的非常雄伟的南北坑道。一连串安排都有找这特别而且难忘的离岛马拉松体验，毛疫情了的各路相机各寸曙光。我是林依文，想要关注体育的朋友们，记得收看52动起来，然后还要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